后来哦，即摆要伫咧高雄食科技业这道的头路，机会是愈来愈多咯。鸿海集团伫咧高雄的软体研发中心，今仔日进行着揭牌的仪式。董事长刘阳伟讲，计划要找上百个人才来加入。台积电进驻高雄的计划嘛，当咧进行当中。另外，其他像这个友达、人保等等，嘛早就已经伫咧高雄设厂咯。人力银行讲，这个软体产业进驻着高雄，人才会当就近来工作，会当节省着人事的成本，嘛会当平衡着区域的发展。请节目，请大家给我们热情的掌声。鸿海集团的高雄软体研发中心今仔日成功开业，董事长刘永辉嘛讲到，伫咧高雄发展的重要性。我们预期是希望把鸿海的软体研发的中心，还有它的总部放在高雄，前期更快工作空间，唔免上报地人进入科技业。不过，这个趋势唔鸿海，各台积电当来美手进驻高雄的计划嘛，当伫咧进行。其他亲像友达和联保，早就伫咧去年就甲软体研发中心设点伫咧高雄阿湾大树大楼，个 IBM 国泰金控，无拢进驻高雄软体园区。鸿海嘛开百外块，互高雄人才留点伫咧南部，不过薪水和福利根嘛跟人共款。大家对高雄一般就是觉得是重工业嘛，传统制造的产业会居多，然后所以像科技产业很难跟高雄做一个连接，但这几年一直在改变。然后其实我们在高雄这10多年看到，就是机会越来越多。是一定都要在北部啦，对啊，这边可能相对的没有像北部那么竞争，刚开始的这移过来的话也比较其实。也比较机会比较多啊。当然，如果这种科技园区呢，从整个这个竹科呢，向其他县市来扩散的话，其实有助于这个区域的平衡发展。注意说，这些厂商的一个进驻，虽然会增加工作机会跟提高薪资条件，但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周边房价的一个这个提高，以及这个物价的一个提高。科技厂往南部扩展，嘛互人力布局重新洗牌，出现更加侪可能性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